各位聽眾，佢再歡迎老人到嚟收聽邊個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歡迎大家嚟參加我哋錄音嘅時候，แล้ว我哋這個禮拜俾大家介紹特別嘅邊咧，先介紹我哋Google Meet 嘅朋友，先 Google Meet 邊咧，這個禮拜我有新嘅這個我特別嘅乜老趙先介紹先老趙英國電話歡迎 ，Hello 大家好，然後個阿龍歡迎。Hello， 大家好。了，你做咩事？你打你啊，去打你啊！了，個阿涵歡迎。Hello， 大家好。了，讓大家看到這樣美景，你看這就是裝啦呢。這是你名咩啊？冇講名咩話啦，先特別咁樣介紹就係你名咩？學名？誒冇聲。哦。Henry 唔是花名嘅。唔是花名。Henry 是阿毛名咧，唔是 Henry 阿毛名，前年名到 IC 裏邊咧，唔是話喂你花名你唔知咩？邊咧學緊人講都不像名嘛，我好多小聲，แล้ว看我到對來แล้ว個來個梅魯，冇你是再講，那是我學就是只水嘅咪名 ，OK， 好多小聲，แล้วอันนี้อีวิดีโอเนี่ยดีเลยstress 我笑啊，我叫佢笑啊，我冇笑講，叫你嚇，我叫哇係啊，咩啊？我 laptop 咧 ，OK， 有淡薄 delay，哦，對 ，connect 佢處嘅 WiFi problem 啦，WiFi，所以我唔兼時用。你電話我用我係 handphone 嘅 data 啦，所以而家淡薄 delay 啦。嗰隻當本，係啦，個當本哦，當本哦，你乜 aggregate 嚟你標900塊。我冇 fix 過 WiFi 個。OK， 其實叫做當本咯。嘅特別我是講咩話？是微娃娃嘅 cousin， 娃。係啦，我前名我冇。而你嘅就響嗰隻英文嘅全部叻。又見我都試下你畫面成日讀佢介紹我俾你 Clubhouse 特別嘅變成啦，看有多多嚟梅魯 OK，Clubhouse 特別嘅變咧，這個禮拜是有南西咯，歡迎大家好。然後個有人嘅主角，這個禮拜嘅主角就是人嘅翁公阿囝。Hello， 大家好，歡迎翁公阿囝。Hello， 翁公阿囝睇到翁公阿囝啊，每阿龍甲翁公阿囝，你人安怎兩人小白甲安怎會請到伊來做人嘅特別嘅邊咧？阿人翁公不啦阿龍。頭先咧，我哋會成今時入邊你學緊 podcast。แล้ว今時สอน成咯，係แล้วอันนี้ว่าก็硬嘛，我係硬起來咧嗬，人一除學緊話有關係咪？人嘅除咗話咧就係咧，伊就是伊家己本身要做咗一個 project 是甲邊咧學緊話有關係，所以而家聯絡嘅話喺聯絡嘅話咧伊面有個冇做好伊個就我真係冇解就係แล้ว冇做好伊個啦，但邊咧個有請伊做白面嘅聲，成部影白面嘅聲，做白面嘅聲係，係แล้ว我一落嚟，我一落嚟，我淡薄冇咩懷疑，淡薄 at the beginning 啦，頭嘅聲啊，人哋伊講係邊樣嘅人，特別講開會咁就是講華語嘅啦，所以我就講，這個應該是本是種講少年嘅啦，比較講學嘅話啦，馬就講伊會曉講就講得無好就講，你講得無好，啊無你起來接咯，你起來接嚟 clubhouse 我教我聽講你講，你其實是會啊，乜咧就一直起來你講近老西就講學嘅話。冇啦，做咩事啊 ？I think 只濟人，我感覺到只濟人嗬，特別叫人講福建話是講我福建話無準啊，無啱係咪嘅？特別佢嚟講個 OK。而且咧又叫只關呀，真係老哥。伊是唔是想講人係是普通，特啲出講嘅福建話，就是算做無好嘅福建話。你是唔是想講？有 standard 是唔是想講俾講嘅成個？對台灣人講還是報告新聞咧，看標準嘅福建話係唔知啦，係咪數呢下？係咪每路看即係翁公阿囝，即係數你感覺到你無咧又講咧，時你出來就講嘅係咩數？
出來無講福建話，係出來講華語嘅。所以我今日啲我講福建話，今日啲中朋友呢，啲中學嗰邊去 college 時嚟吉隆坡啊嘛，所以吉隆坡冇機會講啦。OK，我都冇聽到完全冇本地啊，你福建話冇講過嘅嗬。特別是人哋可能有可能是人感覺是呢，人家哎呦，看到啲領頭啊，看到阿龍。覺得阿龍亂咗，我啲頭諗出啲落點喎，同埋是啥？แล้วแล้ว時就會起來講啊，好啦，我而家你講個 actually 其實你是冇本地嘅，你學緊話，然後你學你較加講咧就較加有機會講咧，講得個哪講哪搞。是啊，I practice 淡薄。有機會對，有機會可能講，有時變成福建咧，就是即係咱 podcast 啲有見嘅呢嗬，就是嗬已經會曉講福建話咧，人起來教人拍殼講話嘅，這時候你一個機會用啦，你唔是講得明教你，聽講就教你點樣啲大㗎？係你唔知咩 heritage 咩樣？唔是 recently 最近咪是 launch 嘅 dictionary 咩？係你是好啊！你稍微吹物件，還是你會曉講？人會再講，再講你是 OK。特別人要經過 practice 又變你學嘅嚟 surf 啦。即係人唔講，即係是唔是你 involve 嘅？即係我冇特別，我感覺特別你學嘅咧是學。已經係講福建話咧，人有機會嚟這邊用福建話嚟參詳，因為有當時成日大媽阿龍講，有當時人開會係咩物件嘅時候，你成較 official 物件，你有時感覺就比較用福建話嚟表達咗，所以你特別用到對成日講啦華語啊，還是用阿毛話嚟講，我嘅基本人咧，但係你叫我教 computer class 用福建話講，我可能講我吹別去，所以我特別人做。變咗福建係可能打禮拜有攤機會用福建話嚟講話，所以變做做路較識氣，有個做路冇呢派寫面配喺教南部，一變做老啊，不是變做白刀嘅時候，愛講嘅時候都別成講，哎呀，我開嘴講未出嚟，然後就 OK，當今呢，你是 OK 啱咩？冇問題，了時了要見嘅時講確定個有豆嘅來是佢個好笑噶嘛，佢係。頭嘅來時你就講你隻招你頭嘅講嘅是把生學嘅話嘛，佢所佢出個直接部上都明嘅。個但係到天 Google Meet 係並未介紹，即係我每話就看另外即係邊啲名做名做係咩嘢你曉得你話名未？你教我講話。你曉得你話名未？我就會等你 delay 就會。OK 啦。咩？你會使 address 我係地址？Woof喵啦。地址我鳥狗啊！問講，冇你講 address 吧？我講埋地址咯。鳥狗 OK， 鳥狗叫你鳥狗。你即係個狗鳥，成日似狗似鳥係似狗、似鳥、似虎，係咪嗰一半？哦，你是豬啦。似，反正細人講哦，人講似狗、似鳥、似狗、似鳥、似虎、似虎個 rhyme 係乜嘢？似未好。OK，所以叫你鳥狗啦，阿杜阿狗，叫你阿杜阿狗。阿哥阿狗冇啦，鳥狗好咯，叫你鳥狗，鳥狗歡迎，鳥狗你人家聽到俾你學嘅呢。我只姑咧，我只前年我嚟處理我對條錄落嘅 podcast。我是喜歡聽 ghost story 啦。哦，叫咩？叫咩？鬼告訴我，真係啦。個 video 啊，即禮拜俾你學啊咩？所以話。這個節入邊咧，學嘅幾個數下，個有 video 能看，翕到每個幾開。OK，來你講，你按照你聽了，你是自己聽幾個數了，你聽到阿格是做幾年了？喲，幾年咯，佢哋少到 KL 做緊，我 at least 有10年啊，10年啦。哦，我做 office 頭聽可能。office 偷聽，了
你頭嘅仔嚇，你嘅做工咧，你有頭潮，成個到啲房間先頭潮聽。啊，別收起仔。當今日撲緊頭，當今日你冇做你工啦。冇啦，it's okay one，it's okay one。喂，冇做了咯，就幾年咯。你咁叻。所以我 interest 是到去鬼故事。stories horror stories okay because 我 personally 咧我真有隻哦確定使講啊確定 so hopefully 我會使 okay share 咯好搞鬼唔是搞鬼冇咁多啦 share 但冇咁多啦又搞 OK 好OK 感謝แล้ว我諗之前鬼故事本是來啊嘛之前馬來西亞鬼故事咩嚟講你是唔是鬼故事咯你是哈我看到你你 map 你咪冇開過你咪冇開特別個要拍壞喎之前搞個咩事我看個了嘛一個要拍壞了啩之前呢確定嘅鬼故事就讓聽到人就知啊佢點講佢點講我諗當把你個舌頭就當邊啦所以冇個點半正鬼一個อันนั้น講嗬鬼故事應該變成點就一點啦就一點啦啊就一點啦嗬我可能都講唔記得數啊，OK，你隻聲，你點聲？我背到個單就樣嚟。哦，係。單我俾佢樣嚟，我把碌個煮好呢，so。哦，哇，煮隻啦，會使揾你隻煮咗未啊？我俾安裝做咩 camera 啊？你記咯，我當你看到錄一邊嘛？嚇，你咪記你 camera，佢哋照靠揾看。我安裝咩 camera？你當伊，哇，你睇哇 rotate，隻 arrow，你嚟。camera 咯，你到邊 camera 咪 flip 嚇，你 camera flip。可能。咖喱機。哦。咖喱機。拍壞。你點先？安樣，你點先食咖喱機？呢度你一部都變緊嘅啦。呢度啲 UAE 多咯。我啲 Kuwait 嚇。Kuwait 特別貴咧，波士。哦。幾半。哦哇！煮幾半咧好料。因為人講人係食幾半了，我叫煮幾半。你食馬來西亞人啊？嘅好年。你我全部都記。人啊，佢哋新加坡人，佢哋馬來西亞人，佢哋香港嘅人。哦喲 ，because 是孔子嚟嘛。即係只國際，你報係咩airline啊？阿格講係咪嘟 ？Kuwait Airline。哦，Kuwait 要第一個報嘅嚇。冇咁樣嘅 GT，咁樣 Gulf Airline 咁樣有冇嘅，因為可能冇爆頭嘅數嘛。所以冇是成日佢哋講。雙國人都爆頭。OK， 嚟到底係講咧，話就你使去補就本表見了確定我會到底嚟講，即係嘅話嘅安公亞家講。OK。OK， 安公亞囝，阿龍來講看，安怎來請到安公亞囝？這個禮拜，未起來甲人講，咱誒這禮拜話題咧，咱話題是這裡無講咱話題是咩先個？這禮拜話題是電腦安公亞戲。哦，OK。電腦安公亞戲。咱阿莫話咧是叫做CG 啦 ，computer generated animation。so 嗱，即係安怎會吹到阿龍咧？安公阿囝。哦 ，actually 我有對了即個 podcast 古早有聽過。OK。聽過，然後看到伊個association 啊，伊個 link 就講福建話嘛，變成福建話嘛。so 當啱我嘅故事是係做關於檳榔嘅故事嘅，我家己嘅故事啦。so 我找一個人嚟鬥下手，我嚟找嚟安怎 coach 啊，伊個 dialect 嘅 coach，個寫伊個迄個script 啊，寫伊個劇本啲用福建話嚟寫，所以我就係找到伊咯。我 message 伊個迄個 Facebook page 啊。
冇基礎嚟講啦。你講我聽，你是蝦米？你是即是你家己做嘅，你平時有家己有做 animated 嘅 series 本嚟，唔 series 做 animated 嘅 project 啊？平時我嘅 project 是commercial 嘅 TV commercial。哦，所以有時是 MTV 外國嘅 job 嚟接起來做咯。有時是 Malaysia 嘅 TV commercial 咯。哦，對。所以你是做是 character animation 係什麼？有啦 character animation 你講咯，我做嘅是加 2D animation 啊。OK。2D cartoon 你講咯，像個一個較出名嘅是阿發大個比，伊嘅造型啊，伊嘅 character design 是我做嘅咯。哦，阿發我記得。animation 伊個。阿發是一個白口嚟白個比白口啊！哦，我啲廣告啦，都做廣告。伊嘅廣告唔止是廣告呢，伊阿發白個比，伊個貴咧，迄個 icon，有一個人，有一個廣告，阿發嘅 character。哦，是，所以做 character design 本啊。有做 character design， 有做伊嘅 marketing 啊，伊嘅 branding 啊，你講咯。然後 on top of that， 即係依個啊，如果會做成個成做硬工啊，就做電燈嘅硬工啊，你看啊，成 animation 啊。animation 係你叫 animation 咯，電燈嘅硬工啊。然後先咧，你做呢度幾年啊？一年啊，我做幾年啊？你畢業都是實做那物件，讀冊就是讀那物件。我讀冊是 animation，特別我出來唔是做 animation，我出來是畫 comic。OK，所以你無接就你是特別，你參那物件是 animation，你是做成個 cell animation，好，你是想讀你用咩 app 啊？啦，是 cell animation 咧。我用嘅是叫當今用嘅是叫 Toon Boom。Toon Boom， 係cartoon嘅 Toon 啊 ，TOON 啊。Toon TOON 對。OK。你學當啲得嘟啊？得嘟。呢個仔，得嘟呢個仔喎。我忘穿過嘢，未使拍廣告啊，正。我穿過嘢，拍家己嘅廣告會使，拍到家己嘅廣告會使，拍人廣告會使。OK，唔是未使本啊，是講我能講爽啦。反正係測試啦。講我是特擺成驚，特擺講條驚講嘅時講就冇好，咪驚條書嘛，是講讀有。我可以briefing嘅，伊 orientation 已經貴嘅，所以在後面 orientation 貴嘅。啷解好啦，當時到啲 clubhouse briefing 下。係，我 brief 了，我解咗，對 clubhouse 講，OK，好，แล้ว你阿嘟有幾哦？John，叫啊？我謝嚇鳥狗，我很鳥狗啊！我等陣間 join 路人啊！我是佢嚟接你啊！嚇 OK，maybe 咁好啊！我哋對來 OK，幾個數都對咗嚇，幾個數是 join at least 嚇，差唔多10點咧 OK， 11點啊，agak 10點可能啊，你是馬來西亞哦？see you later 嚇 OK bye Malaysia 嚇 OK 啊 OK bye 1 2 3 4你而家講 bye OK see you bye 一條係講個了就，而家你 delay 個就用，都是 OK 來講到對，那個這裡一個幾個我是 hand to 鳥狗一個一個小到一個幾秒是最 autocorrect 啫，我是 hand 鳥狗OK 嗱按講個講 OK so 了你當今這個 project 咧講為這個阿龍到佢手裏這 project 是蝦米 project 咧？介講我聽者。所以這個是一個short film 啊，所以3分鐘嘅那款，4分鐘嘅那款啊，所以是一個concept 嘅故事啦，伊是講一個囡仔，自家煮嘅，伊嘅爸是做迄個小販嘅啦，所以賣娘娘菜嘅，所以伊人愛去伊人是一個 fantasy 嘅 world setting 嘅那款嘅啦，所以迄個有一個廟啊，
啱對，對，袂使嚇。標對。伊人有一個公共迄個新的一個宴會安尼款咯。OK，像個車道然後做老作來車道是特別伊個新是佇遐邊嘅，你看到遐啲新啊了出來嘅，食人嘅物件嚇，對。所以伊食了好食，伊都可以來blessing 安尼款啦。所以講啦，成日無好食來講咧，伊就可以無好運咯，一日無好運安尼款。OK。So 這個囡仔伊個名叫伊家，伊是上愛來去遐邊講紅伊煮嘅樣嘢菜咯。特別伊人暗個遐邊嘅 committee 就無暑假安尼款嘅物件嘛，所以因為伊人是小販嘅伊煮食嘛。所以毋是遐個貴嘅菜啊之類，所以伊人買互伊去煮咯。講紅，所以伊故事是伊安怎走去咯，所以第尾伊是干那愛煮伊嘅物件，互伊罵嘅，伊罵甲貴心了嘛，伊變去伊遐邊嘅一個心了嘛，所以伊干那愛去遐邊互伊罵食呢。所以伊是主要嘅目的是為了要看講行嘅事咧，伊罵通食到伊煮嘅物件嘅話，那是唔是？所以我無即個故事為了對。你講。哎呦，後邊咩叻嘅 Clubhouse？ 後邊咩叻嘅死我知道，到你叻嘅了。一個是我幫我跟你就去講。講了告訴。等我 OK， 所以我是問你這個家己告訴，本是你家己想出來，還是你有點想話你自己告訴嘅？無，這個是我家己嘅故事嚟，可能我一個邊咧人嘅，所以我點嘅了是唔是等人嚟有可能有 banana 幾個人啦，所以伊人 banana 什麼意思 ？banana 什麼意思 ？banana 是 banana 香蕉是講等人未曉講，敢若會曉講英文嘅。聽住時我冇個聽到一個 opposite of banana 是講你南邊是。等人，那面是 Asian 是叫做榴蓮啊，攞冇聽過？冇啦，榴蓮唔冇。雞女嗎？雞女啊！國烤白那面硬，國烤白那邊黃雞女，那邊係啦，顧住你 coconut 個。coconut 是國烤是配膚嘅蛋色嘅人啊。對，裏邊是白我講掉講到榴蓮是講係雞女 ，OK 應該掉落咩咩？雞女是咩種嘅人？雞女是講白人屬㗎 Asian，唔是，南邊你 feel 到南邊 inside 是 Asian 嚟，對，伊裏邊是 Asian 嚟，伊裏邊是等人，特別伊外口是紅嗰邊嘅。orange chicken 啊，你叫做。當佢有嘅中國就這樣阿毛。有啊！你講人毛嘅，伊人近嚟也有講對，也有講近嚟也有講對。OK， 所以你是到啲馬來西亞啦，你 base 到啲馬來西亞。對，吉隆坡。吉隆坡 ，OK， แล้ว你家己嘅 production company 啊，你家己 production 我有家己嘅，我有對，有一個 studio 咯，做一個 production 嘅咯。哇！人真濟只濟可能講學嘅外人真濟。有影嚟咗。這邊啲人本啊，就是咱邊啲人只是嘅無啥咩 industry 嘅啦，冇人有會曉講學嘅外人咋。這啦。我就是個一個數。有線咩？對。線咩人嚇？對，因為依個唔只是講伊個用學嘅話呢，依個是用咧學。人邊人嘅紅色嗰啲樣嘅數啦，你告訴是講 about， you know， maybe 是因為你家己識嘅環境啦，然後嚟講對啊，咧對到人變做到啲邊人大漢嘅人，還是有小白邊人嘅紅色嘅人啊，變做成一隻錢咗就，你聽起來。我覺得伊告訴我看得幾感動是咩啫？因為我為啲 script 嘛，伊幾感動是咩啫？伊冇講出來嘅，但係我看了我家己是邊人，邊人大漢嘅人，我會感覺到就係咩嘅。咱過咗4陣時，咱常常講，咱人嘅
嘅阿公阿媽，嗰時住嘅貴姓咧變做硬講嘢啊，特別又唔是硬講嚟嘛，人貴姓咧又是鬼嚟嘛，又唔是硬講嚟嘛，即係特別人上線講，人去提定咧，人變做硬講咧，人去學曬，人去排樣嘅，所以你告訴我咧，佢又。你就會就請驚講，伊這個囡仔，伊有影相信講，伊媽媽死咧是變硬講嘢咯。所以伊講講，伊安怎本好啦，做老做啊，但是伊特別家己做物件啦，去學曬迄個硬講，迄個硬講。伊對伊嘅白來就是伊硬講來啦。伊媽媽就是伊硬講來。我覺得真係感動是白到，伊去伊哋面咧，伊人咪可以學曬嘛，講呢物件，哎呀。即消寒嘅物件嚟，冇教過你啲嚇，冇教過你啲，人即係學曬廟裏邊廟會裏邊做嘅物件，嗰啲清氣嘅物件嚟，嗰啲是個係 class 伊唔是嘛，係咯，特別伊媽媽有影出現喎。伊媽媽有影是硬講嘅，唔講受罪啦，唔講受罪，冇是啦。伊個數是安尼講嘛？伊個數，即係3分鐘嘅個數啊，3分鐘嘅啦。伊個數是只短嘅啊，即係特別3，即係3分鐘嘅裏邊嘢。Actually，伊貴嘅個數只短嘅。誒，請問即係硬講，叫你當今你 production start up 未？你已經開始啊，還是未過 ？start 了，你 script already 寫了未？ script 有了，script 寫了。有了 script 了。你阿龍已經，我隨住人啦，我隨住人啦。我印尼咧，我隨住人咧。我唔是，我要聽一句，我要聽一句。你讀出來一句，any character 唔好，還是伊囡仔名？阿嘅嚇，對。阿嘅是超 Q 嘅啊。對。哦 ，Q，OK。แล้ว你character development already 了啦。你已經在嘅，做了。哦，แล้ว你會使成個講我學我這裡 show 嘅 thumbnail 啦，我當來這 YouTube 嘅 thumbnail 時啊，你會使學人看到你嘅 character 未？還是你要等？會使有 poster 了啊。哦，所以你會使學我一個 either 伊嘅 character 是 PNG，還是係咪 slightly high res about HD 嘅 resolution 啊？所以我會使幫佢哋阿嘅小影到啲，啊，甚至你俾下面嘅 poster 上面會使，然後我會使下到啲之類。Today 是邊啲學緊係 media conference 嚟。Press conference 啊。哦，你話30人聽咩 Clubhouse？ แล้วก็YouTube 個咧 ，YouTube 個人 ，YouTube 10個人嚇。So 這人本啊，你講。係 live 人，佢不只能幫助其實較濟人個。So 你是感覺到其實project 做了嚇。當今是做個差唔多20%啊，你講啊。所以特別我也budget我用咗了。所以特別，你等佢咪隨 funding？隨 funding，我去當今是我嘅 plan 是去 Kickstarter 下邊，所以當今我有一個 mentorship program，加下咧美國嘅人加英國嘅人合作，所以人係做一個 Kickstarter program，和一個for 嘢 short film 啦，所以人計數噶，一個個數啦，所以人係鬥下數咯，所以看會使 raise some funding 咯。OK，start 未 Kickstarter program 未個啦。未過。OK，呢是9月嘅 launch。哦 ，OK， 9月 launch，OK。แล้วรู้นะสิปัจจุบันสิรู้นะสิไอ้รู้นะสิรู้ไป做誒，รู้ไป到嚟幫啊，就是係，รู้唔知你 distribution 係點樣個？哦，不，這個叫我諗叫 festival run show。OK，也 purpose 是去這個film festival。影展啊，那個康文影展啊，還是 NSC 啊，電覽對，伊人嘅影展對，去拍 connection 咯，去參加伊比賽，還是 screening 啊，是看伊人嘅reaction 啊，是咁樣咯，所以去拔伊人嘅把你 investor 還是producer，然後時間看到講我被 maybe 會幫助到啲大陸係咪戲頭前嘅款，還是會 distribute 啲大陸 Netflix 嘅面嘅啦。對。OK，到時你甲我講咯，那是有你按照到通看時，你會使個人甲我講者啊。會使 ，sure，得掉。แล้วOK，特別安尼趣味吼，我會問 ，maybe 阿龍有問題會問啊，特別我是問講你安怎好細漢陣時，安怎會開始有興趣呢？看你物件。
我細漢嘅時啊，我暑假畫圖嘅，我平時暑假畫圖，所以我個暑假故事聽故事，所以聽故事家己講故事啦，所攞嚟合起來。animation 咯，我哋暑假，所以我家己暑假嘅物件啦，做嘅物件啦。你是好啊，攤做到家己暑假嘅物件是真正學起嘅都知哦。是啊。你無拉薩就講你做啊工課本好啊，你無拉薩就講哎呦介啊，咪開起來唔敢咪去做工嘅你講啊，你時候就你暑假做嘅，咁落工課本好，你冇嘢去過來做。誒，你特別，即係你係阿龍，你即係正正講你想一出字句唔是伊做嘅，你八年。唔是，特別我除你一出字句嘅，你朋友嘅驚。做一聲。一出字句是叫老闆嘛，伊有囡仔嘅，伊有影是邊兩個人裏邊啊，伊有影家厝裏邊嘅囡仔講福建話。我唔是講伊嘅你講故事還是看話，我是講伊做伊 animation 嘅還是看。唔是，冇關係。了OK， 所以你有吹，我別講福建話嘅聲啦，你就要基本咯，唔使講。是。冇聽是出來，是。冇聽。出來阿媽，我愛做家。我講，呢個聲嗰個，佢哋做一出字句是叫Kim Sir 啦，我隨意講嘛，因為伊我你講隨囡仔講福建話冇呢型，你唔是家己會曉講就會使咧，你個是會曉表演啊，愛曉會曉表演，會曉畫 script 咧，會曉對調補位咗，你講夠有意思，我咧已經是會曉，因為伊老闆就是你講啲嘛，train 出來嘛，所以我就冇講你幾有興趣，已經 OK， 已經係做，所以已經係成日我聽咧本下，特別伊阿未可以，阿未可我聽已經係成日意境咧，成個講佢哋，特別人哋伊冇是調照能咯就，所以講嚇，伊講佢喂，驚係學緊話是有調照腔嘅，你我聽咧佢又話講到笑嘅，你以後半係咪佢都調照腔？伊驚講話是邊兩個腔嚟嘅，特別伊講伊驚有調照腔，你驚我冇調照腔，你都會有調照腔。不是，冇調照腔，我是驚咩？是會玩咯，成because伊細漢嘅時大嘅時嘛。聽講調照話嘛，所以佢就影響到。別人講學嘅話，人家就 self deny 嗰種。唔是 ，I think 是少，伊就變做 suddenly 人無別人學嘅就少講話呢，安只係成個 attention 嘅，就是人即係好嘅問題嚟，因為頂到是人無嘛，頂到落幾時幾時就是人乜教你講，你學嘅話好無好，無人講嘅，學嘅話是講啊小事無變嘅物件。頂到嘅事啦，你係講啊，我讀冊人啊，我講華語的哈，啊是講 I speak English， 你無講啊點樣都去個講普話，咁成個卡 class 佢講福建話，當天無成啊就當就冇改變，就冇 project 不用就變嚟福建話，一變做成個人笑到，咦，喂福建唔知好唔好喎？為呢，你如果人在人亞洲人淡薄成個。歹勢嘛，咪伊別使成講，我同你講，我學嘅話就好呀，你可能講出來就嘥呢是，我是死垃圾嘛對，所以特別講人講補充就係個有下面巧就係，其實就只人是有係一種嘅想法，特別其實講起來是冇問題，嗱，自己硬講啊，驚係厲害講啊。แล้ว是只字有陣時咧，梗係借字，對 terminology 有當對，我本身嚟看，就是咱有機會講啊，嗬，咱有陣時會逼到人，或者去拔掉新嘅字，還是去有陣時做隻新嘅字出來，冇要緊，人哋做隻新嘅字出來。OK，แล้ว嚟使用佢哋歷書，แล้ว嚟做新嘅字，有啲物件是成個人講嘅年代。人講嘅事啦，細漢學講嘅事，你但有可能喺裏面嘅冇咪 popular 啩，所以變做冇咪普通，所以當特別成日家己講出來，硬講啊，actually 硬講啊，戲人已經是有嘅，頂到細漢是咪少講硬講啊戲嘅？隔了嘅 movie 是叫做硬講啊戲嘅嘛？對，啊，硬講啊戲係是電視劇啊，啊 movie actually movie 喂媽，隔了硬講啊戲叫 Mickey Mouse 嘅。對，Mickey Mouse 是當得Mickey Mouse，對嗬 ，Mickey Mouse 就是加了卡通是叫 Mickey Mouse 對，對，Apple 嗰點講 Mickey Mouse，卡通啊，卡通啊，卡通後來，你會曉特別紅毛話能夠講，卡通，喂媽，人哋又講福建話，你 Mickey Mouse，特別佢卡通嗬，伊聲只成個福建話就卡通，你聲嗬。是，然後跟話嘅咧，有嘅字內字卡通，卡通，
加起來加咯，蹲回蹲咯，加蹲。你聲是會咱講會通嘅。แล้ว阿龍你係咪嘅會每有你影響即你有參掉做這 project 嘛？你有感覺到係咪嘅你被荷蘭邊啲學嘅誒聽講不在這個 project 啊，不到出來是咱個要去研究要去看。我咪是咱就俾佢地女可以咯。OK， 你阿伯可以成功，特別可以成功嘅，因為伊有心，係咯，伊人個好，係咯，伊做物件嗰時有 quality 嘅話咧，咱特別可以去。對，我不會，你成功可以去，感謝，可以成功。誒，你頭一個影店，你會去搭一格做，你知唔知？是看你幾時做了？我愛去。I can apply 伊朗嘅 application 咯，就隨伊朗嘅show 應該是 Europe 嘅啫咯 ，Europe 嘅 America 嘅啫。個規例是可能會去 Korea 咯 ，Korea 被派伊朗嘅釜山咧，對啊，釜山咧。你記得是會記 register 我名啊？我做路嘅 interpreter 嚇。喲 glamour， 我面小女嘅嚇。感謝你好啊。不知你人下邊該謝人講華語嘅嘛？唔是啊，對啊，特別咱就冇事啊，咱我時候啲咯，我同你講。可能我企下面講福建話。講潮講嘅，伊就是伊 interview 點時候嘅就 interview 點時伊梅魯伊用 Korean 梅魯，係咯，你用福建話答嘅，你有總之有隻字，肯定實頂嘅嘛。你用到啲嘅話嚟答你，係啦，得出字嘅嘛。OK。但係佢有意思，我人哋 feel 就講，即係有嘢正就是有心啲拍片啊，有心啲推實家己嘅物件嘅。你哋只堅持用到對家己嘅話嚟講嘅。不知使出嚟係咪當然最近係咪 heritage 係咪學緊係咪？我冇俾明白講，係學緊是係咪 heritage 係咪物件啦？就介紹我聽。意思變成 government 用當今為將人嘅變成學緊嘅話咧，實做 heritage 嘅咗，就是講一定要出無相關嘅policy去保護咱嘅古建咗，所以是好事嚟嘅。是好事嚟嘅。一時 recently launch 還是幾時實？拜山呀，正當。哦，所以一時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Heritage Month 嘅關係是講。對。Heritage Month 是出號嘛拜過嘛，一拜山 launch 嘅啲物件。係啦，要幫咗隻你特別一直到一 launch 嘅物件，嗰陣時一直見係咪見 YouTuber 咯，係嘛？係咪晶啊？點嘅地方覺得有去嘅。係咯，人嘅關係。because 有人覺得人哋老椒是冇去嘅。because 有陣時係看 mainstream，係mainstream 係嘛 ？actually 是好嘅，我是感覺就是你 OK， 你知唔知啊？講黃氏人梅話人講，哎呀你安怎係你本來學見冇去 involve 咗隻物件，我是感覺到嗬，那是安尼接幾年來啊，嗰時去。跟他隨便咧學見 podcast 嚟做推實學見咧，就是講只失敗啊！就當然有先至派嘅人啦，特別用先至派人，佢輕單就一人叮當話，真係。對，我本時有陣時候揾嘅，未使㗎啦，物件本時人去嘅，特別學別人有機會去嘅 ，even 因做嘅物件無客啦，人嘅 taste 本都表見嘅，because 學見話特別 dynamic 嘛，一特別有無相關嘅人去發展。對啊，依家係成功，冇相。未使人家己一個人做嘅啦，㗎啦物件阿龍去定㗎啦，唔對嘅你看。對。你有時講我顯看到像少年基本用學見話嚟做消息啊，你看物件設定啲我看到你撞領㗎，熱線嘅係咪啊？熱線，哇！迄你是華語嘅物件咧嘛，一特別有隻學見話題裏面啦，對啦，熟悉本啦。係啦，不，at least 變靚本啊，一特別變靚嘅。呢是馬路興，一馬路興嘛。都是，咱實變靚學見10幾年前，咱2000。咱幾年啊？邊學嘅？差唔多20年啊！有淡薄sense of belonging啊！嗱個比如講聽到學見話是歡喜嘅事。對。所以咱10幾年，咱差唔多要20年啊！邊嚟學見 podcast 咱做嗬，頭實做事啊！我頭一個 challenge 是講，如果我咪聽到吉利，當今變咗酷，其實係成功嚟，你知唔知？你就是咱 perception 啊！I mean 即唔是講，即唔是人嘅講路啦。特別我感覺到，咱要緊就是我你記頭嘅 interview 就早是20年前是 interview 是講我 want to make 邊嚟學緊 cool 嘅嘛。但是一變咗只興是唔是啦？我係影響滿好啊。As long as the result 是
講嘅是酷，用福建話嚟講嚇，就是咧我自己真歡喜啊。然後是講我是行嘅路線咧是上嘅路線，我是袂使講我靠一個人要做個了誒，你都要靠一個人合作起來做誒吼，咱個會救到咱邊咧福建嘅即個生命。對 ，OK， 嚟，然後就是講歡喜咯，做咩事啊？阿公啊，驚你會想到講袂夾即個後面是一直都是對路冇淡薄關係嘛，成講你阿媽邊啊廟做大老咗啊，後面你看物件，伊應該是都細漢到大漢時，應該都嘅咁影響嘅想到你看你告訴我。是我是有去拜神的啦，我係媽啊，我係媽，伊人佢有時去記錄事啊，是拜拜啊，是做這物件啦，特別當今我冇做了嘛。So 我啲 animation 這個 line 啊，做了10幾年啦。伊人有真係隻 program 是去 push 伊人嘅本地嘅 animation 嘛。所以伊人有一隻特別講咧，馬來西亞嘅教者嘛。嚇！特別我想到馬來西亞教者唔是特擺行多啊，是行住筆啊，咁安尼款嘅物件嘅嘛。對。所以我諗等人本是家己，本是馬來西亞教者嘛，所以我就想到檳城嘅教者是真正 unique 嘅。所以我就我個聽到檳城福建話 podcast 時，我就想到安尼款嘅被福建話聽起來真正按怎講啊？係叫親切嚇，真親真親，對。所以我就想到可能做淡薄物件是我 Oh my God 我家己識嘅物件啦。但係這是 inspire by 邊個福建 podcast 喎？家己提供咯，家己提供咯，夜來，家己提供咯。是啊。搞只傾搞 interview 啦，搞 media savvy 啊，佢有影響對 interview 啊，淡薄啊，所以做一杯橋仔，不加 promote 啲嘢。搞 ，OK， แล้วรู้สิ對你嚟講啦，แล้วก็ OK， 你 capture 到物件就是頭一條，唔止講到嘢話，如果有講到別人嘅靈魂，就是講食嘅物件嚇。啱拜人講啊，嗰啲物件。拜人講嚇，拜神嗰啲物件，伊個教者。哦，哎呦，我嘅想俾在我嘅 style 是安怎啊？我可以攞特別你等你 episode 出嘅時候，攞佢看下 thumbnail 咩係 poster 加上面係就可能看伊個 thumbnail。actually 唔係啊，你個叫 design 嗬，你唔係看佢本來學見YouTube 嘅 thumbnails 㗎了，那是冇嚟講我嘅。冇看過哦，我都唔知有。YouTube OK。So 我見知嘅咪都知呢。So 我好多看到，不過好 maybe 你使對 ，because it's just HD 嘅1920 1080嘅 pixel 啦嚇。แล้ว我是有係伊個大刀，แล้ว伊係咪？所以你看 template maybe 你使用嚟做咗 full screen 嘅外邊，你知道，就是。跟啊 full screen 嘅迄個 animation，啊是你咪上最講嚟講，你是知道，我喺報社每日我係使家己做伊個 thumbnail。哦，會使啊！等陣我去看下咯。你去邊間學見到？咩哈 YouTube.com/at 邊間學見都有啊。然後你使去看伊個 style， style 嗰陣時較濟是外邊嘅啦。特別伊是我是用 emoji 較濟是 emoji 嚟 express 伊個故事嘅啦。OK， 等陣 OK， แล้วลองก็別項物件，別人開麥就學別人要問，就來有興趣要知係物件，club 到底 hang out 還是 Google Meet 還是 hang out？OK， 我嘅國家唔係都係 Skype 嘅 Ustream， 我嘅國家係物件。等陣我有這個嘉賓喎，這是小樂喎，攏知小樂哦。我知，真可能知有啦。小樂，嚟開麥。Hello， 阿 John。阿 John 你冇講講啊？我冇那個關係。哦，嗱，那個小樂細漢你啲嘅嘛，對嗱小樂啊，攞嚟叫。你同伊聲係咩？聲梗係冇聲嘅咯，伊聲你咩？嗱，你看小樂入邊。佢自己係馬牌。
誒，咯，這是出名，這是 classic 嘅，把當然係做，maybe 就出一個 animated short，咩係做一個，跳落聽歌詞。伊嘛對嚟啊，對嚟等推蛋啊，等推蛋啊，對嘛對嚟。誒，你知唔知你就出名跳落？知啊。你就係俾你學嘅人特別講，哦，我記得細漢嘅時啊，攞你啦阿莫丹嘅這間跳落就出名，開心，開心，出名嘅嗰是細漢啊，誒，你嗰時聽係幾歲啊？啊，跳落10幾年哦，10幾時啊？你記你幾歲啊？是頭你頭聽啊？我記你感覺我頭聽我係盲目啲，你嗰時是幾歲？你中學呢是？應該是14歲啊！我呢就是你冇教會人頭聽啊，就好笑啊！我對嚟琴啊！誒，當你嘛，我講我之後物件就注意嘅時候，伊 Facebook 伊拍物件點先，伊有拍福建話嘅咋？伊用福建話嚟試下伊 post 嘅咋？你好咯？哦，yeah， 嚇！真好料嘅呢條，我是冇 expect 佢。跳落當然到咯，跳落。Canada， 到加拿大。誒，即嚟啊！你是加拿大到嚟人誒，即係 clubhouse 上邊誒，什麼所在？波咁啲，咪是加拿大。我 BC 我時代 British Columbia，我到 Vancouver area。哦，你到幾區 ？Greater Vancouver。我到 Okanagan、Penticton。哦，誒，你是唔是 Wine Country？你是唔是定住？誒，唔是早就到啊 ！I think 我是 last time 我都係是嗰隻 one time earlier 嚇，對 ，I think one two times ago 嚇。對啊，有去 Queens Bay 度。即係是 pandemic，after pandemic 還是 before pandemic？哦 ，before pandemic 讓度啊，哦，但係你估啊，你幾年啊？4個年咯，應該。2018咯。2018 before pandemic 是2018，不19話對先正是，我先正是。對，應該是19。OK， 等陣我到你人有蝦米物件俾每人嘅人講下驚哦。about 這個 project， 我是感覺就直接特別咯，就趣味就有意思。你人俾有蝦米叫俾問嘅，有興趣嘅在。阿龍是迄間嘛？嗬，往頂節有講嘅嘛。上迄幾間咧，就是咱 orientation 嘅幾間嚇。orientation， 迄隻 orientation 啊咁。我喺你講。我為咗見物件啊，做迄隻咩？真久。哦，特別 OK 啦，我佢唔會。我佢隻鏡會。特別我阿家在。即是到啲 clubhouse，咱平時無錄音是要去甲人，我甲邊咧學甲人拍講，咱是去 clubhouse。要來夾嘅。對，來聽下先。點知來夾？你 clubhouse 做下咪咪嘅？對，邊咧學見 .com/clubhouse，我哋隨啲 information 再轉一。OK，來問看南西。誒，南西咪是咱咪是做 animation，你聽到？對，我 animator 本來嘛。嚇！我是 motion graphic designer 嚟本啊，人講阿驚。哦，OK。same line。我人生是伊嘅senior咯，嗬。唔係唔係。哎呦，唔敢講啦，唔敢講。唔敢講啦。幾年？我 older 呢，唔是。我90個年，96。我98年 start。哇！OK，真係我係未，我未出事過。我聽伊講，伊做咗10幾年，我講OK，我自10幾年啊，我做咗10幾年，特別冇啊，我做阿個10年，你看咧我。轉行，比較小逼切。查某甲博呢？係啦，要幾時要決定啊？唔可。有決定咁，愛成間係咪查某艱苦啦？是啊，要做個暗嘅，做個暗暝。哦，暗暝是無艱苦，講真。愛湯暝你做你就知嘛，你就講了嘛，做你自家做嘅物件嘛。我本是做掉我自家做嘅物件。特別未啦，長講 long term 嚟講是較艱苦，查某嚟講艱苦啊。是啊，不過先時間咧，你關係咯。不過先是咯，當今時個小時你有行過啊？驚拍片就差唔多咯，啊拍片嚇對，都差唔多你講到，係拍片啦，嗰陣時 grind 咯。是唔是因為即係 competition 嘅時候？
唔是啦，特別 production 嘅 production 嘅 deadline 是安尼看咧嚇，對，伊無 make sense 啊，成個伊 load drag 上長啊，所以伊嘅 budget 個咧無 make sense 咯。誒，即係是定咪做落嚟嘅，定咪揾嘅時間嗬，個揾時間做嘅時，個 OK 淡薄。有時尾做啊，隔幾廿年啊，98、99年啊，可能是啊。真係濟人嗬，迄是有 pilot 了嘛，揾時間是個無 pilot 得嘅 software 嘅嘛。有時尾有辦法有 pilot 得了嗬，有 PC，有迄個 Windows 啦 PC 嘅迄個嗬，一真係濟人真 competition 真濟了。大人會做 ，because 真係濟人會做，學成本會做。對啊 freelancer 嘅咧會做了，我即係是 professional 我安怎？你明白？我 consider 因為我讀出來嘛，咁冇。แล้ว我安怎呢？安尼講數，我想真正久了。我特別 give 我 I K 做 production 我是做別行，意思講本是 same line 啦，特別本是未啦，我跟我本是想我特別 give up， 我無法，因為是 long term 有影，長久來看來講無啱我啦，有可能有人會做甲兼職，我本身係當數，查某較少啦，較濟是大波是做甲兼職啦，做頭家啦，可能有你本是白嘅咯，competition 上嚟咯，同見過 AI 不過個 AI 即係嗰時一個 competition 嚟咗就，新嘅 competition 啦嚇，新嘅 competition 一路學咯家己，有啊，有學啦應該學，特別別使甲人講啊，artist 講 artist 不對，是啊，冇啦，伊人講 AI 唱伊人嘅作嘛，別使嘛嚇，係補位啊嘛。OK，so 安公講我另外一面叫乜嘢？就是講你聽到細漢起。影響到你suka 講故事嘅這個興趣呢？是蝦米物件？你細漢嘅時是看老夫子，看迄個小叮當。哦耶！我好少看老夫子小叮當。七龍珠。所以你是成個 comics 㗎了啦，你看伊接起伊嘅 fantasy 嘅世界無你會感覺家己來無佇現實世界你看啊，啲壓力較少咯，對 escape 對 escape 逃走對。我佇中學嘅時嘛，佇寫故事嘅嘛。哇！所以你出來就是安尼看了是對。寫劇本啊，寫咩啊嚟咯？你有影響啊？你個有你寫劇本，佢就是寫咩？你所有 involve 成個講啥電影啊？啥物你可能未講演戲啊？中學嘅時是戲劇嘅，戲劇社嘅有寫伊嘅劇本咯，所以有表演咯。比 after that key college 是無了啦 ，key college 是做 animation 咯。OK， 明白。做 animation 出來，我本有做迄個event 咯，所以伊迄個 convention 啊，像個 Comic Con 啊，你講嘅 convention 咯，所以咁了是一個 animation 嘅 line 嘅物件啦。OK。你出來人安怎嚇？你出來你有興趣，你看物件你出來人會教你你啊？我跟佢玩呢。特別一樣係冰壁嘅呢，還是一樣係想反對嘅啥物哦？古早有淡薄反對，是講做咩讀安尼款嘅物件，像無類啊，無類，唔知有類攤咯，做有時講畫圖嘛，我只冰壁你會靠接。我甲頓啊，未攤食，特別有人丟啦，未攤食啦。因為 competition 真係關，competition 真係關嘅，你時本樣是講是有理由本嘅，有理由嘅啊，對啊，唔是大人會做嘅，對，千人裏邊啊，可能十幾人會做，會攤到類嘅，你講呢？會做嗰是另外一個問題，嗬，佢攤到類嗰是另外一個問題，對唔對？你特別有心咯，你有心你該做久咯。那是講你你那是無心來。是有人賺到類嘅啦，正馬來西亞有幾個公司做啦，真係好本啊，就是看人咯。I see。阿龍，你唔記得咩？阿龍，我唔記得咩。我想到咩？別人冇物件咩？別人冇了解你物件，等我看啲 chat room 啦冇有 chat room
然後 OK， 所以等陣我決定佢就，我只是想到你最成日講是你嘅 inspiration idol role model role model 你就成日你看 role model 搭一出戲，搭一個 animator 是係咪做到成日暑假嘅啫？我是真正暑假hayao Miyazaki 啦，伊宮崎駿啊。宮崎駿冇暑假伊咧，你有聽佢話冇暑假伊咩？對，我唔知 animator 本是叫做咩？叫做咩？宮崎駿啦，你冇龍貓啦，Totoro 咧，Totoro，而且真係人是 inspired by 伊嘅，真係 animator 就是因為伊嘅。像玩嘅人哇！特別伊人是真怪人嘅啦，我讀到伊 before OK， 講下，表聽好跟我來講。Miyazaki， 冇啦，我是啲一個 convention 那邊看到伊冇講話冇係咩啦，特別我捌伊嘅 animator Malaysia 怪片嘅，伊有 Malaysia 人教伊做工嘅，所以伊敢若。有伊講袂使，別人袂使有插嘴，有 creative input 嘅袂使插嘴。OK， 干那伊嘅 style，伊安尼看到安尼看到嘅。特別真係辛苦㗎做。你真派 collaborate， 特別有 sometimes 有 genius vision 嗬，伊想伊達到對。所以計做工咧特別聽話咯，叫你做 A 就做 A， 咪做 B 嘅，咪驚物件。所以你袂使驚物件。actually 本條本啊，咱應該尊重嘅，本應該 respect 伊啲 industry 安尼出名喎，一定都有伊出名嘅道理嘅嘛。對。伊有好嘅物件嘛，你愛成功咧，你家己外口做，但是你係對伊話你嗬，大人聽伊話就好了。聽伊話。搞到有才調咧嚇，你家出去外口拍片，咪加伊拍幾工咧。少少人，你少發官嘢，有時咩發官嘢？Sorry，冇，特乜冇問題。我特別 update 我係你 screen 啫。So 有隻字嘛，你唔知成日係你 Steve Jobs 唔是啊？因為伊嘅宮崎駿，伊嘅 system 是天才嘛，天才嘛。所以伊做嘅物件真正好，特別伊無互別人嘅 creative input 啊，伊是真正艱苦，即係伊 studio 真正艱苦 continue 嘅，你知？伊是干那伊呢？伊未做了啊，伊跪咧 studio 冇去啊，未使。伊無見啊，要見啊，要教伊見嗰時。伊有會驚，特別伊驚伊根本是做 director 本嚟，特別伊無暑假伊會驚，伊啲 public 啊。伊 criticize 嘢驚嘅，伊講伊無暑假，伊無暑假要 work 啦。伊驚袂使 criticize 嘅，所以伊驚頭一個伊嘅 movie 啊出嘅時啊，伊人請伊去做 premiere 嘛，所以宮崎駿伊坐喺內面嘛，伊看到一半伊驚出去啊。哎呦，又真衰嘅。特別這人看呢 creative genius 本人，特別 sometimes 伊嘅 now 是。for 一個嘅 project 嘅咯 ，because 一隻伊 studio 冚了，伊 studio 當今伊 Ghibli 冇做 production 啊嘛，冇做 production。哦，依個就出先呢個。地杯呢？地杯是唔是？地杯都唔是，隔了伊 studio 做啊，伊 studio 冚了，所以伊是 outsource 出去別嘅 studio。但是講到成功，有當時本冇達到講是特別 commercially 成功，對唔對？你I mean 對伊嚟講是最成功啦，因為伊會對到伊 creative vision 行數嘛。對。所以看你愛安怎？然後講另外一個就是唔是講大嘅 director 本是特別是真正顧客嘛。我感覺到，咱在咱只出名嘅靠較直接，無插到蝦米 market 滿好啊。但是講你 director 係那是真正director 那是講真正好嚟講，我是可能立啊。成個講人 take advantage of you 啊咩？特別當然只當然較少，最緊要看到你成個話成功嘅 director 覺得是真正 asshole 嘅啊，冇得掉啊當然。冇得掉啊！當然啲 Malaysia 都愛 survive 啊，都愛聽別人講嘅，係 collaborative 嘅，未使人哋講嘅，sure 依個 project 冚，真係就啱去冚啊！都被曉做人個。對。現在Pixar animation 本是 Pixar，即係 Disney 嘅 Pixar，伊人 animation 本是只人collaborative 嘅，involve 嘅，伊 story team，
story team 嘅 script writer 本10幾人啊。pizza，你捌去 pizza 多 visit 過啊？冇去過，冇可能多嘅啦。伊人有去，伊 pizza 嘅 team 有去別個event 去 convention 是，我有拄到伊人啦，伊嘅 team 啊有講過幾句啊。所以伊人嘅甲聽下咧別個人嘅 opinion 啊，伊是 collaborative 甲了人嘅 opinion 合起來，伊嘅 director 做下咧 consolidation 甲了咯。所以伊人嘅 system 是安尼款啊。你家己 studio 就幾年啊？我 studio 差唔多8年啊。哦，所以你就係無久你出來做事無多久你都家己開 studio 啊？你講10年？我開 studio 是因為我啲把啲 studio 甲了 close down 咯。哦，所以你無法掉家己掉開？無法，我做甲獨爛。你家己做頭家啊，當然。是啊。哦，對，你做甲獨爛嘅，我明白。I see，แล้ว所以你特別未擺啊，當叫真係成功，檳城人成功。特別你是檳城人哦嚇，你講最近講你是檳城人啊。然後尋日你講你驚講無面講成你出來講華語嘅時，然後你無面講咧，然後定到你他檳城是多大隻㗎？佢啲檳城嘅時我啲係淡楊凌。哦，對，你是讀壯，唔是讀壯哦 ，OK， 壯凌 ，sorry， 中華嗰是中嘅，中華啊，對，特別有隻檳城人講壯凌，你叫我唔知當看到最近話你家阿蘇林妹嘛，講到底是壯凌是壯凌，講按照你 video 是講壯凌嘅，特別真即係 even 到壯凌學生嘅基本講唔對就係哦。因為有時候啲華語迄個腦嚟字本是讀中啊，佢用上講就是應該是讀中嗰啲，唔對嘅。你是讀中澳嘅數嘛？壯凌中澳，壯凌接落來就是一個音嘅，冇壯是市政啊，中是中午嘅。中所以中華嗰是中嘅，中華就對啦。唔係你講壯嘟甲中嘟，呢是兩件樂種咧。對，中嘟甲對中嘟互相意思。特別阿龍你講當今安尼 widespread 啦，當今嘛，你講會變做成個巴島變做I mean accepted 就真落嚟，中凌就是壯凌。我 feel 是講淡薄人，但所以唔掉意嘅了。但所以我講要緊嘅做咩事啊？是講咱會曉啦，咱未曉咱無法啦。會曉嘅人啊，你會曉接，因為我食空口本好，你會曉接即係當人字起，人嘅福建話吼，你會變做你袂成個講伊 missing link 去咗就，所以即人啊是講你無唔捌迄個伊個當人嘅字嚟講吼，你都袂分啊嘛 ，because 腦裡嘛是中啊中。伊變做你誒你無啥啊，無你講袂出，開袂破來講，做咩事一個字特別讀安尼聲，哈個字特別讀嘅聲，對，無 system 去 standardize 人嘅，對啊，聲。特別我 actually 當然我無心聽啊，你物件嚟咗。伊是 language growth 我未心聽啊，物件應該即係特別一直在變嘅，特別換嘅。我感覺看到一直在變，一直換，佢哋挖落去，好過伊無去咗。對，對，即是你愛咁樣試，是咁樣變派，咁樣變派啊！嗰一種就是講吼你成個 as long as 人有人會明白，咱唔是成個講要去罵人叫人假。有人是啦，特別表緊，咱特別會解釋咯。成個講，咱老一輩子，咱去咱大，咱變咱福建老人經嘅時候，咱講條是人講啊，當今啊，中凌啊，唔是變咗中凌 high school， 變咗中凌 high school 去啊，是啊，就是啊。是，咱就會講，哎呀，這個囡仔啊，未曉講變咗中凌中澳去喎，所以壯凌，你一個好似壯凌，你知我睇壯凌嘅學生啊，我本是家己壯凌學生，你本是壯凌學生嚇啊，我眼鏡。
對，撞鈴。嗰陣時白白撞鈴學生啊，白白撞鈴學生浪仔啦，唔是講特特諗成日看特別撞鈴學生，只係看水中華學生嘅嘛。啊，所以哦，馬呢就係家己笑聲，講到家己名講唔對，講到一半變中華去變撞鈴。其實啲變靚啊，啲變靚半變嘅就，嗱已經是變第二道就，因為迄個字。本身是有一個愛咗，伊是將領嘅調嘅咗，伊是將領，係咯，咱人變靚嘅學嘅話，係你愛烹件魚咗，變埋將領，所以咱人 already 未對佢將領嘅咗，咱未對嘅咗，咱上帝嘅對個將領嘅咗，白刀未對，白刀變將啊，白刀變將領而家，將領係 school 啊，白刀都講話伊嘅 logo 唔係 CL 啦，變咗 DL，佢變咗杜蘭呢，佢都列出嚟話 DL 嘅。DLHS 啊，攞actually 嗰時嚟講，我發咗結動咧，發咗結動嘅感覺，誒，但是攞白刀尾話咧，咪就變咗 DL 咧，攞到介紹個人學生講叫將領啊，未必將領嘅先識嘅，講唔係叫將領，叫將啊，叫唔係叫將領，將領叫將領，OK， 嚟個講到對，所以你是愛答物件啊，然後你是多撞領讀冊啦，然後小學是讀到幾？小學是讀協和小學。哦，你講我想嘅，你想嘅，哇，你係拍檔嘅。誒，特別依家小咧唔知我爸體曉啊背，我爸是家長協會嘛。你爸教幾年？我爸教家，死啦！我都會算只股，只 number。我爸是50歲畢業。畢業嘅點時候，你爸爸有啲。55歲畢業。誒唔是畢業退休。59歲退休。伊當今是1940年出世，但面是幾年？1940佢計59。40計59年對。退休1995年掉，冇啦，1940咪1995年掉，1995年退休呢個掉，1995年先讀小學個，90個中學啦。哦，但係咩事？哇！佢哋話八教佢luôn啦。但是你按照你中學，你多幾年出世？我9年出世嘅咋？我83年。誒，大佢luôn啊！冇啦，伊寫我4年，伊寫我4年，我95年咯。被控哦，你讀form 1。都跳班搭課文啊，跳班啊，搭課文對。哦，但係我爸有機會教到呢個啦。啊，有機會個。OK，所以我爸今年往羅蘭已經啲撞斷咧。OK，我爸呢是定到加阿嬤加話袋。你爸是唔是？你爸名是唔是你仔嘅字？冇，我爸繼續嘅。冇本啊？是因為就燒管。燒滾，昂燒滾啊！燒滾我上面，伊鄧林名咪就王守全呐，然後伊昂燒滾是伊阿毛名，伊教 volleyball coach，然後個教壓class，我都係班，應該冇教過我啦，應該，我到我是半年嚟，伊是講河南話一個鄧人嘅先生嚟，但我包教河南本，係個事。But anyway，所以是協會啦，即係協會頭前被阿崩嘅協會啦。對，頭前被阿崩，然後對面被迄個豬腸飯咖喱麵。唔使講5本就冇了啦。哎呦，我個笑呢，嗰個對面巴掌被巴掌個地個。誒，你 OK，你讀嘅是巴黎鏡啦，講下鏡，你讀嘅是伊係你 author 個，有一隻 author 嘅，是唔是？冇啦，真古都冇嘢。OK，你是較古，你是我細漢就我細漢就點寫咧？有膠嘅，我係記是有膠嘅，我唔知伊年有膠哦。我係點寫是有刺膠嘅，有刺膠就惡得嘅，但我去刺隻虎嘅。伊後來變做人排隊嘅所在嘛。我同你講，我平時有刺膠嘅。啊呀，對，古仔有嘅嚇。哦，隻 cake 隻冷嗰度啦。我記得因為這個明發哥哥伊嘅囝是甲我上班嘅。哇，你會記咩啊？小公。哇，小公嘅，我會記。跑到啲學堂裏邊嘅嘛。啊，對，對，伊嘅囝甲我上班嘅。哦，到底後尾病嘅喎。冇頭前大妹。誒，頭前大妹隻開妹隻就是養大妹嚇對。哦，伊處啲大啲喺邊嘅學堂裏邊嘅對。
我想未起啊你。But anyway， แล้วก็เราไม่ลงก็ไม่ก็我叫你讀一句伊個你坐我聽嘛，伊個 I mean 真多句那看那伊 script 演就我聽者。演出嚟聽，你會讀，會使講多一筆，會使講，多一筆會使講。凊彩一百本 A 啦，會使啦。有一個是迄個主持啲大頂講話，伊去個伊山個大嘅，伊山啦，因為噗噗噗噗嗰啲火㗎了，然後就流出來啦，然後伊主持迄個是地燈嘅咯，伊規個 script 裏邊咧地燈就是一句嘅啦，所以迄句特別講得好，特別講學嘅話講教嘅人計講嘅，伊是幾句。你都聽到裝啊？我請到一個人咧，我請到如果我隨樣嘅聲是會嗨咗，就是講imagine 嗰啲胖胖嘅一個，會胖胖嘅一個人咧，一個阿直嚟，達到喺你型嘅，係啦，伊是感謝大家，伊想有時候用麥講話，感謝大家，今日去準備食嘅物件，安尼紅嚟學曬咱嘅善美啊，感謝大家，希望接落嚟一年風調雨順，萬事平安啊，安尼一句啊。如果你演嘛，其實。你會被批判啊！結果嚟變咧嘅，講咧嘛，未使㗎啦，物件不是人做，特別學別人做，嗱嘅 feel 就講，變啲學生有希望嘅，關鍵安尼一人仔嘅，即我講，我一百就，我講就冇 e-script 嘅物件咯，我唔係講表啦，我只係講啊 e-script 嚟點寫用華古寫啊嘛，係了，以華古寫咧，我對寫意字有幾學嘅話，咁我古時候嗰啲好似物件就，咱係未使。冇 realistic 就特別 realistic 嘅時候，我是希望啦 ，of course 啦，我係希望講頭個尾嗰陣時學緊話，特別你學都未使做到，人哋講你就，人哋變咗唔是人，你所在嚟嘛，所以如果有uncle啊看到囡仔係點先啊，伊是蝦米款啊，伊叫都叫阿 boy，阿 boy 就叫小弟弟，很叫嘅嘛，所以你冇法度，你譬如講阿爸。唔對嘅，something is wrong 嘅就，嗰個咩小朋友，你看下面年代啦，你告訴下面年代咯，你告訴就是較久較早咧，就叫阿爸90年，阿爸較大，阿爸就會較久啊，阿爸是依家60幾年，是未必叫阿爸。伊教會見啊，伊叫小弟弟，啊，我感覺很個對嘅，伊就講小弟弟，同係一種變態嘅人嚟聽嚟，阿伯，我考慮到這點咯，แล้วก็有響，我會講就是，喺你到底啱冇有人做老做嘅時候，是特別啦。我細漢嘅時候，我只聽到較 formal 嘅福建話，到底今日到底食到時候聽到你啱嘅特別講嘅啱嘅時候，我到底當做唔啱特別講啱食到時候聽到，各位來賓大家講係咪咪下地址嘛，特別咧我特別可能有啲人潮咧，你我唔捌聽過你知哦。所以人講嘅 former 嘅啦，即係他咪我係我個講嚟係潮嘅，就是唔知咩。又冇講感謝人嘅，講城邦嘅，城邦各位兄弟，各位兄弟，城邦各位兄弟出色，見下啲你下面話，下面又冇講感謝，因為 thank you for 咁樣講城邦嘅。哦，我唔係我別記。我冇聽過啊，我冇聽過啊。แล้ว城邦係近邦，城邦是感謝藝術嚟嘅。哦，我城邦貨冇嘅一個用法嚟。哦，城邦是係咩意字係咩啊？城門咯，就是城鎮，係咯，門是人蒙恩都就你哋結交定咯，就係咯蒙恩。哦 ，receive the gift the gift 呢？城邦讓出色，見下啲嘅活動。哦 ，OK。個會係特別是出那個來賓啊，那個物件來賓啊，所以人是聽到啦，咁咪拿到出息啊，係咪物件？香港嘅是係你就是我人去暗咪就擺聽到 speech 咯，樣冇呢 form，樣卡。冇呢，樣較 formal 嘅冇呢，成人 conversational 嘅 style。對，你回想有陣是鬼片用福建話念出來，就好靚吸物照念出來。就講 like words used in Hokkien news reporting 是個冇成。對咯。當今較少啦，特別當你錄影機咧出山，所以你該聽到咯。出山人哋借名所在啊，啊冇就是報告嘅，你所在咯。乜嘢有根本我感覺到。定到時我哋阿沙成日就好潮呢，定到我阿沙成日就好潮，你我未曉嘅時候啊，即係當然我感覺到就有見人誒
全部都嘢點解嚟爬升，咱叫做就爬升就細人吼。然後頂到是咱講嘅話，嗰時伊話嗰時無相嘅 occasion 啊，無相嘅情形誒時個用無相款嘅話就，咱成就或者 adaptability 就咁啊，一隻 agile 嗰啲language 啊，對曬你講其實係咪情形？講係咪用係咪字個無相嘅，因為佢成日咱成日講無可能講到啲，咱去別對特別咧學嘅啦，別咧環境各位聽講，可能是，定咗我就是 inspire by 你各位嚟變嘅啦。我是講各位聽講環境攞嚟笑聽別咧學嘅節目，呢就是我 inspire by 咧啱嘅人嘅。我是會記是古早伊supermarket 啊，有人 promoter 講嘢幾10%啊，之類啊，auntie 啊，俾之類啊，嚟俾之類啊，是啊。三我冇聽到咧嘛。Uncle Jimmy 對 Uncle Jimmy 對，我唔知佢個做乜喎。伊個唔是定人嘅就，我係記伊唔是定人嘅，伊是個另外嘅。我係記唔是定人嘅，特別你唔知，你特別看到伊邊呢個就真驚嘅。伊講係點先啊？哎，各位 auntie uncle，我是 Jimmy 啊，今日知道咩啊？後面嘅幾把聲，對，女啊。哎，我唔係，你行過你第一次覺得，印度人啊。對，我會記伊名是 Jimmy。哇！即係都係看到 Sunshine Square。一陣是固定咗就，一陣是固定咗就。誒好聊，你聽起來，一古早我是，你家媽一個第 live 一個 uncle 啊，固定咗咗就。嚇，到底家媽第 live 過啊？有。哇！家媽有啊，家媽有一個 uncle 啊，有。你上個是上一個人，你做30年咗。哇！我操！咱知道，咱 gathering 會看每個有幾個數嗬？咱 gathering 會是幹嘛？知道啊？我非常會請起來，應該有幾個數聽。哦，那到底幹嘛？但你都是冇看過。冇人出去嘅啊！誒，等陣我俾講，我是10月對面嚟嘛，對，所以10月對面嚟時候，我是想要做一個 gathering 本啊。頭是想要講，想要去迄個。頂到是咱只贏嘛，只紅白咱去迄個叫咩啊？咱去位新世界嚇，就行你老所在嘅咯。嚇，咱 after 咧新世界，咱去幹嘛行係咪？啊是幹嘛有趁錢哦？幹嘛？我講幹嘛？當然就是將老咗佢，伊是唯一一間邊咧未到嘅 supermarket 嚟。幹嘛你講有啊？幹嘛有趁錢？有趁錢，特別加碼外口有趁錢，加碼外口有小販嘅嘛，外口就是你北京嘅入口，北京嘅對面冇咧咩？你樓頂地關一樓，樓頂啊，都路面嘅，都路面嘅啫，總之唔嘅啫咩？有我聽人講過，夠特別好食冇食，我聽講成個是冇好食，自己落地點好食，落地點好食。啊，唔要緊啦，使去新世界啦，咱去幹嘛咯？我去幹嘛 shopping 嘅你行，真係是笑哦。咱到底幹嘛係錄音？哎呦！咱知道做 live 緊件啊！到底幹嘛係 live？我一部好就，我覺得一部一好嘅係咩就？幹嘛用請嘅人啦，做工嘅干料是安啲嚟就。講福建話。干料是講福建話安啲嚟。意思，然後呢個是真正搞真正識白嘅安啲嚟。你講50幾60歲安啲嚟嘅啦。點解我係幹嘛把嚟起來咁樣變學人嚟錄音句叫我幹嘛嘅？幹嘛係 management 嘅上面嚇，即係借你整嘅啦。咧有佢就隨意咧，叫佢落音。哎呀，唔制個互相人哦。是講我想俾佢幹嘛咯？講條老國渣嘅時候俾佢幹嘛？我雖然有去啊。嚇！當今時呢，伊裝修過啊，只新款咧。哦。但係都入只濟人伊頭特別伊這是我在家濟人去伊 supermarket，特別伊個伊 department store 個有哦，未三咪個有噶啦，哦，樓頂有得有個，伊有家濟人個咋轉 ？OK，咱去 OK。因為伊物件嘅咧好嘅物件嚟嘛，所以特別有人去。伊是唔是日本啊公司，還是 local 人買起來啊？古早是日本公司啊，往人銷嚟你點知？local 嘅東西，啲一謝你啊 ，local 嘅。我同你講，伊是landmark啦，就你就都是landmark。伊嘅厝頂是幹嘛嘅字嘅？
EGAMA，你只係你夾得攰嘅啫，你看到伊名嘅咋？哦，是啊，我唔係背過，所以我唔知。安怎你捌字句，你夾得過嘅咯？冇，我看唔上。要就係你咁大看到嚟嚇。你咁大，你個嗰邊人誒landmark嘅嘛？伊嘅是裏面人嘅就，一下就幹嘛？就是你試啦。哦，伊是 helipad 嚟嗬，helicopter 係落到入邊嗬。我唔知是唔是會使落啦，特別伊出頂時嚟講呢。哇！或者咱 book 住 helicopter，咱落入邊落啊，做錄音先。係啦，白米喪講嘅music嘅時候，呢隻 logo 咧是米喪講 music 嚟。誒，我跟你講，我細漢時是想真正，我 inspiration 定當時細漢時我是想要去亞馬去做包 present 咧，跟你講我。做包 present，怪啊包 present。誒，我就想會做住你教會就白我鬧啊，50幾月。pension 一啲過嚟，我做咩夾包 pension？你 pension 包對邊啲咁，我就直接咁打去包價嘛，阿價媽去包 present 啊，係啊，就俾嘢包咯。嗱佢係包 present 尋拍確，嗱如果話拍確，嗱佢邊啊嚟就拍確啊，唔係嗱包 present 係食佢拍確。你暗啲嚟就唔成啦，直接。係啦，一直咁正包挪亞啊，上個啲錢寶嘅啦，嚟嚇。一直咁正包挪亞嘅多大？錢寶嘅。亞媽係人 owner 收購嘅，其實。哦，伊人是想一個嘅，我幹嘛是收購嘅啦？對，伊人是邊一個人嘅？伊人是 lawyer 嘅 family 嘅。哦，誒，啷就是講有八啦，我邊啲學嘅人聽講啦，是啷就是有八嘢嚟搞個介紹，就未必咧做隻 official 誒多去幹嘛嘅？錄音嘅，出邊本人應該快酷，我發現人應該快酷嘅人啦，人應該係可能自做小嘅。accept 咱人哋講啲 idea。咱嚟睇到底，你睇，你睇時我第一暑假學個另外一件嘅，除了到底幹嘛嘅包 present，個另外一樣要做嘅工，就是你北京嘅工啊，到底樓卡。哦，係暗號。咚嘅啊！北京就講入面啊，你驚到底樓卡去拍唔見去啊，清紅晒啊！即平時是啦，麻雀啊，你驚當然啲等條啦，伊然後你報告時，你個聽到見到大妹喊啊！平時是啦，麻雀啊！哎呦，係你安哥咪是上人嚟條。成個安家即係成個咩？冇變掉。哦，上隻叫。北京嘅嚇。冇變掉，因為I think 任何嘢係邊 discount。I think 任何 benefit 佢好，所以人嘅人冇咁走嘅，頭嘅好，我聽講是。頭嘅好咧，邊嘅 benefit 你會照顧到啦。以前係嗰啲安啲50幾60歲安啲嘅喎，你會照顧到一樣嚇，面càng khó面拍折頭，好數啦，一條啊。一度中咧就對了，唔是人咧，唔是裝啊，唔是裝啊，中啊，中。哎呦，佢等咱講落句啊，或者話差唔多本等陣，了即個人講啊，今日我俾咪你感覺到你即個 project 誒，你有 title 未？有 working title 有是出 title 有了。有啊，使講未？伊帶得伊條一嘅是一嘅，是一件哪叫阿嘅伊名，伊名。Answer spell。一個手機啊，一嘅伊是容易嘅易啊。對，我就你名會使，你名一嘅是 OK，但係你 spelling 會使，我好多 idea 等陣。即係咱講，而家對，即係咱接落嚟慢慢講，即係你 production team 嘅講出嚟。但係即係每阿漢呢條阿 John 啊 ，eBay 入面見到你對邊學裡面嘅。OK，我當我唔知幾好嘢，你幾好嘢是？你係 Gmail 嘛時候 ？Online Gmail，你叫ONGLINE。我就係。then 阿漢都咩咩阿漢？我迄節我看到一個 article 嘛，是有一個 Malaysian 嘅 animated story 集，一個 film festival 是即個錄嘅production 哦。集啊咧 film festival 啊，係咧康門啊，康門嘅是我另外一個 short film。康門啊，康門 Cannes Film Festival， Cannes Festival， I see。咁好玩啊，Cannes 呀 ，Cannes
你 film 是叫咩名啊？佢哋叫Horologist HORO。哦，通 LOGIST。OK。H。佢哋是另外一個導演啦，我是animation director 咯。哦，人家 spell 咪講 horologist。其實係 studio name 啊，個 Facebook 嘅話係嚟 video。Horo，依 video 阿未 public 個，伊是干那啲 festival 會看到呢。對，我前年個做手錶嘅時候。做手錶嘅對。做手錶 horologist。哦 ，here 嗱，我看到我睇。Horologist was also selected for the Cannes Film Festival Short Film Corner, the Atlantic Bridg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2023, the Court 冇即係這部上 Film Festival，但係下面特別 list 出來出名嘅咯。哦，差唔多有10幾個 festival 啦，有接到啦。Santiago initially started as a manga, okay.Film by Jared Lee。你有穿西裝去看咗？冇啦。做好貴啊！去嗰邊我冇去。我去嘅 festival 是NSC， 另外一個。你邊按咗你時候到一個做手錶嘅故事嘅呢人？我人啊，伊是我人嘅 topic 是係你有類人加無類人嘅 contrast 啦。所以呢個故事是講呢個做手錶嘅老人。伊是賣伊嘅青春啊，伊是 trade 你嘅青春咧，所以伊是去找迄個囡仔無人愛嘅囡仔，去 adopt 伊人，飼伊人佇伊嘅dungeon下邊，咱賣伊人嘅青春互啊，嚟學有類人咯。哦，養嘅點先係互人嘅。對，即係是講起來是就應該係伊唔是 reality 嘅物件嚟嘛？對，伊是 fantasy 咯。冇你 Harry Potter 嘅物件嚟。這裡啊，當我覺得是特別，當我就覺得，我而家就希望伊成功，不過伊你講啲，喲，這是後啲英國中困起啊，英國中，特別冇看到英國中啊，冇啲啊。我睇到一聲，我成個是英國中困起啊。喏，我所以困起阮，即係一聲。呢個嗰度會生嘅。困起嘅。哇！我都冇。告訴你啊，就一點樣阿未啊！你聽幾個數哦？安公阿驚。有啊，我有講幾個數。哦，使就參問講咯。我記得這時間特別攞出嚟一道。好啦，我要看我係出緊嚟。跟住佢哋做工，OK，然後等陣，我俾學這裡每看安公阿驚，我人邊啲學嘅你聽講，會做教物件，上面你希望我會做教刀下手 promote 還是 fundraise 啊，你係還是蝦米物件，你講下會看我人做教蝦米物件。當金啊，當今我記得你真係是 support 了啦，我真係咁動了啦。哦，是有 script， 有了 script， 有人有 talent 去錄音。我看出呢是我這邊嘅 responsible 啦咯，我要做啲下面咯。你出嘅時你會使嚟到對嚟講 promote 啫。會使冇問題，會使，得掉嘅。哇，好勢！對，係做嘅物件，對。跟住可以成功，但係到 Disney 學嘅話係 animation 咧，對面可以成功。阿花、阿蓮，當今 Disney 嘅 direction， 你本事啊，做個跨歲邊啲學嘅啲，你跨歲，阿蓮就10歲咩？我咪上面阿蓮咩？阿蓮條班嘅時候嚟嘅。我啊，因為 Disney 做了加拿大嘅功夫人嘅歌數，伊做了Southeast Asia嘅歌數嘛。是啊，嚇對啊，伊 localize 嘛嚇 ，Disney localize 嘛。有 chance。Our turn，哇！咁叫做 Asia 嘅世界啊嘛。哦，Pixar 有一個 Malaysia 查甫長人嘅 director 了。馬來西亞嚟啊？哎呀，你長人嘛，特別唔是。
馬來西亞人嘅。哦，我唔知啊，你去吹下。當劍那是金了，了，這是 artist 呢。了。見了，我在 Pixar 只能做馬來西亞 artist 哦，冇少啦，呢邊㗎，這本啊，做㗎，哇，我係時間本就係去 interview 嘅人。哦，我係時間本就 start 照啊，嗰時什麼 Light and Magic。Light and Magic ILM Industrial Light and Magic。Industrial Light and Magic 就知啦。路人嘅學等住得這人呢邊嘅。The Tut 啊。The Tut 上面我唔知喎。Tut One。哦。我唔係聽過。一嚟。頭一嚟。下一嚟。我睇嗰個暑假我就知啊，NGS 嘅對面，係你 KDU 對面嘅，古早啊，當然我唔知。係咪是邊個對面啊？唔是，邊咧有幾本？邊咧有一個 KL 城嘅，一啲 KL 城，一 branch 有一個邊咧嘅，對。哦，你係古早係睇起嚟物件，古早係睇起嚟物件，特別去 KL 嘅，入咗 IT 嘅，所以後來邊咧有咧個邊咧係人哋留落嚟咯。哦，對，邊咧啲入邊讀咯，甲辦嘢嘛。你是到 KL 睇啦，我是到 KL，伊把你啲 KL 本嘛。我是講讀嘅是到 KL 睇，因為迄個邊咧加貴後嘅數嚟。哦，40幾年。當佢邊咧嗰時講到啲到 St George's Girls School 對面啊，你對面 ，KDU 對面，士林門呢邊。士林門 St George's 位咩？誒，即係一直士林門咯。以前係士林門係咪先？士林門唔是到啲哇你仲領校友會嘅呀？士林門啊，對下邊啊，哦，對啊，仲領校友會對面嘅，哦，對面嘅，下邊是 St George's，哦，係是 St George's，唔是 MGS， 哦 MGS 啦，對，哈 MGS。OK MGS 對 MGS 我知啦 ，because MGS 是我 MBS 是我有去過，我是 MBS 嘅 Form 6係 MBS， 有時候Form 6是你調啲小小，實際啦談30幾分嘅，唔係講。我就小小你黑小我有啲仔我未嚟美國，所以我大部分都冇咩讀出。因為冇興趣，實在啦，有啲字面我咪識去，實在啦特別背啊，實在啦我是其實條，actually 就失敗本來，阿面對我嚟講啊，我唔知是啷個 education 失敗是冇啱我咯，其實歷史我是真係嘅 subject 啊，特別我未背人嘅名，我未背掉，所以我未讀，我變咗未 successful in sejarah。我那時你學我 open book 嚟講啊，我係咪叫我歌詞我就有興趣，特別我是記唔起咧咩啲名上啊，記跳那等嘅名，然後我未記喎啲名，所以我變咗人講啊，今日到會在做 sejarah 嘅 textbook 變做 animation，and then 有隻人明逼嘅歌詞咯。是講，因為特別計話名咧，話名上等咧就叫阿嘅度樣。跟住我介紹，即係等陣接落嚟，我喺 Facebook 我介紹即係人講啊，今日我就出去，我這本冊，但是我把它變 animation 嘅話，就應該真有意思。但我翕相應好多款。你是㗎，後邊我講，啊無你是㗎，人講啊，驚講。OK，感謝誒咁，你拍住隻多先啊。sorry。這裡應該是大媽哥哥有 mute 啊，大媽。自己啊 ，sorry。記翻嗰時你唔係咩 game 啊？記翻得多聲喎。嗰度真係喎，我唔知，我係聽聲就知咯。聽到是 keyboard 我咪咁笑我嗰個特別嘉賓，這禮拜我嗰個人講啊，今日起來咁樣講嘢，即新嘅 project 咯，所以希望攏是有通看到這出戲啦，這就叫做
嘅即出戲咧是 short animation about 3分鐘嘅款，แล้ว當今咧伊人 development 怪濟啊，你แล้ว都好後點有影響嘛？後點佢伊做伊嘅 script consulting 唔知做咩啦？你講什麼？後點？我記報邊數 script 啦，你邊啲學嘅你 script consultant 啊？人哋試下冇做，出咗佢啦。查某囡仔老人做 casting， 所以我哋俾介紹佢聽咯，我就講安尼先啊。OK，所以 casting 本啊，未歹，然後真歡喜咯，你然後這裡邊啲學嘅嘅人才人才，就是這裡人講嘅感謝，然後感謝戲出來是到底嚟講啊。會使，有落幾個數字本跟接掉先，講幾個數字，到底講。呢個數我熟嘅聽啊，你我係這幾個數字咯，這禮拜咁講。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咧禮拜個對嚟收聽邊啲好嘅節目咧，感謝我哋特別嘅邊度啲Clubhouse 邊嘅特別嘅邊，讓一啲咧謝人一個月冇講起嚟咁樣講就係看幾個數字起嚟講咧，是個有往 YouTube 唔是必。Google Meet 入邊嘅特別嘉賓即間對嚟一輪又搞，แล้ว試過岑立山本嚟啊，แล้ว個假佬本嚟啊，哇！跟住兩個遊樂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